One day from Sapporo， 我是 Jerry， 来到了札幌市，一定要来滑雪啦。那我今天带大家去一个札幌市车程只要50分钟的一个滑雪场哦。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首道的火车站哦。那我现在在南口，那我等一下坐这个公车上去哦。那你要从札幌火车站啊，坐火车坐6站，大约16分钟就可以来到了首道车站哦。那我等一下就要去坐公车上首道山滑雪场喽，那就跟着我一起走吧。来到了首道车站呢，那怎么上首道滑雪场呢？那这边就有首70的公车可以上首道滑雪场哦。那这边有时间表，那首道滑雪场的官网啊，中文化都做得非常好，更详细的公车时刻表啊，你可以上首道的官网去看哦。那我现在已经到了首道奥林匹亚哦，那我们前面就是这个首道的管理洞了，我们就进去瞧瞧咯。天野滑雪场哦，这边都有雪具的租借哦。那看到这边有 ski 啊、snowboard， 然后还有你的雪衣啊、雪裤都有，连安全帽都有哦。那这边都有价目表。那首道滑雪场的官网啊，它的中文界面做的也非常好。然后你到了首道这边租借就要填写这个表格哦，那把你的一些资料啊，那建议你要带护照来哦，他会看你的护照哦。很多的金融支付都有哦，带信用卡来，带现金都可以哦。有没有？这边有很多的装备哦，都不用自己带，来这边租借就可以了。那我就现在一一的为大家介绍首道滑雪场。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？那现在我在这地方就是俗称的魔毯哦，就是初心者啊，通常第一次下缆车的时候，大部分都会跌倒，所以首道滑雪场很贴心的就盖了这一个魔毯，让你很方便的坐这个魔毯到了一个山顶的地方哦，再滑下来哦，让你觉得非常的安心安全。那我现在就站在这个魔毯里面哦，很像一个太空舱哦，很特别的造型。然后你是初心者啊，通常就会在这个雪道练习。那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个雪道哦，是不是很平缓，很适合初学者？那也很好滑。看我妈妈带着女儿一起滑雪。那首道滑雪场呢，在1972有办过东京奥运哦，在我右手前就是圣火台哦。那我现在坐缆车带大家去看那边的景色哦，那边可以看到石手湾哦。那我们现在要下这个 lift。有没有看到前面的景象？刚刚我说过，首道滑雪场在1972年有办过冬季奥运，在我前方这个打卡景点哦，就是它的圣火台。然后在圣火台的旁边呢，在这边有一个天内闹，就可以看到这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色哦。那前方呢就是首道区哦，然后从那边可以看到一个海哦，那个就是石手湾。然后现在这里是首道非常著名的打卡景点，几乎所有来滑雪人都会在这边拍照打卡哦。这个景色是非常的漂亮。
那我就滑到前面的一个恐龙区哦，那边就是给小朋友玩雪盆跟练习 ski 的地方哦。札幌市这边的雪质也是粉雪哦。那粉雪有什么好处呢？它比较松，你摔下去的时候也比较不会痛哦。很粉，很松。全世界爱滑雪的人都会来到札幌市滑雪哦。手稻滑雪场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离札幌市非常的近，它搭大众运输大约只要5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，所以你只要滑完雪啊，你可以就是到札幌市过夜啊。札幌市的饭店选择性就非常的多，你要住很高级的温泉饭店，或者是中价位的饭店，或者是 Airbnb、Guest House 都有非常多的选择哦。那特别是札幌市的美食又特别多。札幌市有哪些美食呢？像比如说有回转寿司、和牛烧肉，还有北海道3大蟹吃到饱，还有拉面啊，很多美食。所以你也只要在手稻滑雪场滑完雪，马上就可以回到札幌市去吃美食哦。那如果你想要买一些药妆啊，李小璐的整条街都是药妆店哦，都可以任你选择哦。我在手稻滑雪场，这里有世界知名的粉雪，大家一定要来哦！哇，滑雪师超棒的！那我就要进餐厅吃饭喽。那进餐厅前，我先消毒一下。那手稻滑雪场的餐厅有非常多的选择哦。那我今天要吃什么呢？拉面、披萨还是咖喱呢？现在有点冷，我吃个拉面好了。辛い味噌ラーメンを一つ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点了一个新的味噌拉面，辣的味噌拉面。Number one， はい、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。然后拉面啊，去1号柜台拿。哦，看起来就很辣，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吃这么辣的拉面，棒！哦，这一碗哦，看起来就很辣。我先喝个汤头，辣的够味，好啊。吃个它的拉面，也不错。手稻滑雪场的餐厅的水准啊，还不赖。棒。手稻这边的炸鸡也非常的好吃哦。那在北海道方言呢，炸鸡叫做藏鸡哦。我就吃一口，棒。下次你点餐的时候，就是点这个炸鸡，说藏鸡お願いします，他可能就觉得你是北海道人哦。One day from Sapporo， 我是 Jerry。如果你冬天来到了札幌市，一定要来手稻滑雪场滑雪哦。这里不只有世界知名的粉雪，还有非常漂亮的打卡景点哦。在那个圣火台就可以看到手稻区跟石手湾，而且这里的交通也非常的方便，只要50分钟就可以到札幌市吃美食 shopping 哦。One day from Sapporo， 拜拜。